为着要让咱的民众伫战争的期间有基本的生存知识，国防部是来公布着全民国防手册的范本。也毋过，这个内容竟然是叫民众若爆发着战争、拄着停水，就敲专线电话查问，而且炸这个户口簿啊，到配售站去买生活用品。这是有专家真批评哦，讲脱离着现实，无下实势，场景的设定嘛真错哦。 一听到警报，车拢驶去边仔，街路拢无人。为了强化战争期间民众的生存知识，公布伫昨公布23页全民国防手册，内容包含紧急应变 QR code、防空避难、停水、医疗急救等资讯。手册中有列出战争时可能发生的状况，包括空袭警报分别甲撇烂。 空袭后无电无水，要安怎查询？无卫生用品要安怎去处理？何人批评？脱离现实，基于一个错误的场景，它假设社会的机能还能大部分的运作，它其实只能运用在平时一些意外或者是天灾的一个情况，完全不适合战时那种大范围。 综合性那种复合性灾难的一个场景，尤其手册有写讲，若无水会使卡1910专线去查询甲通报，佮要求民众摕户口名簿啊去指定所在买生活用品。我的家毁于空袭，我的户口名簿跟钱我身边都没有，这时候我要怎么办？学生或工作在外地，难道我还要想办法冒险通过战区潜回家中，找到我的户口名簿，我才能够取得民生物资吗？是要让民众交替隐蔽、掩蔽、匍匐前进，抵达你指定的地点去买东西吗？专家建议讲，全民国防手册场景应该向上歹状况重新设想，毕竟那是中共武力犯台时候面临的情形，恐怕像乌克兰的东部同款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